画面上这个人呢是21岁的印度小伙子维诺德·塔库尔。塔库尔呢先天没有双腿，但是他通过自学练就了一身街舞的绝活。最近呢，塔库尔首次登台亮相选秀节目《印度达人》，就技惊四座，一下子成了网络红人。 21岁的塔库尔出生在印度德里东部的一个贫民区。由于先天不足，他生下来就没有双腿。但从幼年时，塔库尔就显示出了不服输的个性。塔库尔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手机维修工，每个月的薪水只有130美元。塔库尔明白，要想脱离贫困，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、更独立。他曾经想过当健身教练，不过朋友建议他尝试一下跳舞。这个主意启发了塔库尔。 他上网观看了数百种舞蹈视频，并开始和朋友一起学习。塔库尔说，每当他在网上看到外国人跳舞的视频时，他就会问自己：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？塔库尔把哥哥家的一个小房间改成了自己的舞蹈室。这个小房间既没有灯，也没有电扇，但即使在气温高达40摄氏度的夏天，塔库尔也没有中断练习。 苦练5个月之后，塔库尔报名参加了选秀节目《印度达人》。他精湛的舞姿征服了观众和评委，并迅速在网络上走红。有人提出要帮塔库尔安装假肢，但是塔库尔认为假肢既不舒服，也不容易保持平衡，他宁可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。塔库尔说，很多人看了他的舞蹈后，都对他刮目相看，并期望让他来教自己的孩子跳舞。 不过，塔库尔没有被短暂的喜悦冲昏头脑。目前，他正在加紧排练，希望获得印度达人的冠军。除此之外，塔库尔也开始对自己的未来做更长远的规划。他想开办一所舞蹈培训学校，肢体残障者可以免费学习。塔库尔说：“我将激发上天赋予他们的才能，将他们打造成为我自己的舞团，并将他们送回到印度达人的舞台上。” 有志者事竟成，让我们共同祝福塔库尔梦想成真。